国立故宫博物院、国立台湾博物馆、甲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联合展览来到台南，以原住民族、汉人甲宫廷官府三种族群为主题，带领观众了解台湾历史。非常谢谢这史无前例的将原住民以及故宫以及台史博，就是涵盖了我们台湾原来的主人原住民族，我们以前的官府就是所谓的宫廷的文物，以及我们的台湾的就是长明的汉文化，能够以第一次这样的联展。那我代表文化部及李部长，谢谢三馆非常认真的策展，而且随着移展，一展比一展还精彩。三个博物馆拢提出上无同的风格产物，为食食文化、装饰美学，甚至是限制其真有主题，有食有色，展现多元的滋味生活。看见不同的文化。那这个展览呢，其实是期待透过三馆的实际联合策展来呈现三馆馆藏的特色，所以大家在一个架构下发想不同的子题，但是又在同一个子题之下提供各自的收藏。它不仅可以呈现各自收藏的特色，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展件彼此呼应，让策展人彼此对话，然后来诉说更为多元、更为完整的叙事面。精选了这个117件的这个原民的文物，那有包括新港文书。还有按理社潘家的文物，那另外还有木雕，还有这个石具，还有这个琉璃珠等那非常的精彩。这摆展览有美国艺术家透过科技技术，将各个博物馆提供的2300张作品相片打造成多媒体艺术作品。在展览会场当中，会当看到各种风格的作品产生特殊的交叠流变，形成一番新的景观，并且加入2大主题。有礼物禁止以及品酒的器具，让展览内容更加丰富。从今天开始会跟南台湾的观众们见面。那我们除了延续在台北展览的这些精华之外，那我们增加了2个展览，第一个是把酒言欢的这个展题，另外一个是礼物政治这个展题。那透过这个饮酒这样一个仪式性的活动，还有这个礼物的这个很重要的这种交换的这种行为。那在不同的文化脉络当中，在宫廷、在汉人的常民生活，以及在原住民的这个就是文化当中的这种展现。透过展览，以原住民、汉人、官府三个无同的角度，展现出台湾的多元文化、丰富的物质文化，结合当代多媒体的展演，非常精彩。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明年的4月5号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示教育大楼4楼第1特展室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